三房拎包住啊，喺海怡灣嘅位置嗱，睇得到嘅小區園林入邊，可能就少少靠馬路，但係呢度係小區內部路啊。有海景嘅，海景喺邊？房睇啊，等我哋介紹下先。84平方，業主而家冚唪唥唔要啦，拎包住送晒俾你，有護花園、封好倉，廚房個位置都 OK 嘅，但係咧佢就可能住咗段時間啊。重新油過牆嘅藝術室都 OK 嘅，都好新淨。而家3個房啊，我哋睇下第一個房先啊。第一個房啲家私都 OK 嘅，嗱，我哋要睇下啲海景，講真唔係好差，睇得到嘅。兼且佢樓下所有配套，基本住嘅都可以滿足晒啊。OK， 第二個房都係有少少海景啊，擋住先啦，擋住啦，到衣帽間啦佢。第三個房啊，主人房啊，個景就舒服好多啦，闊啲啦啊，可能就靠馬路少少，冇咩缺點噶啦，但係好乾淨，小區內步道海景，我覺得 OK 嘅。佢業主而家咧全新賣啊，價錢唔算高。畢竟嘅話，佢個裝修同埋佢嘅整體家私家電嚟講係 OK 嘅，即係唔使搞咁多啦，又好長，家私全部實木，慳呢度至少慳出4萬蚊。而家30萬出頭啫，有海景，又係84平方，樓下中心區，配套乜都有晒啊。唯一差啲就係小區係北區嘅，冇地下室，冇乾濕分離，所以價錢嚟講咧，相對嚟講唔高。可以嘅，有諗法嘅話私聊我啊。